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3 AM 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寒流小可减弱，也毋过明仔载阁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后礼拜一、拜二，中国以北低温10度。台中检调接到检举，有记者甲学者哪亲像接受境外势力的指示做假民调，责任的记者已经受压。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选战，即马进入最后的阶段。民进党赖清德继续宽岛斗图的行程。今仔日伊是去南投，发出要提升观光，嘛讲台中的节温要春登到南投这个政见。也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日时是去高雄，用车队扫街拜票。暗时伊是开刀举办造势大会。民众党的郭文哲，伊是登去伊的故乡新竹办造势活动。郭文哲嘛强调讲，伊是三组候选人当中唯一一个会当和中国谈判的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环岛拜读第3天，头一站来到南投甲乡亲斗阵办事碎一日。赖清德讲要经由一个吸引2大升级、8大计划建设南投，观光医疗升级，台中捷运延伸到南投。伊的报告台中时也讲到5大建设，一个支持发展台中。我会推动台中捷运延伸到南投，支持集体支线延伸到彰化高铁，好不好？好。观光客进到南投，经济繁荣就到南投。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是登来高雄新竹办造势大会，包含郭文哲的爸母、小妹郭美兰拢到现场。郭文哲发出相信民主价值有一天也会改变中国。伊强调民众党无反中、无亲中，伊当选将好多解脱国民党甲民进党的恶斗，家己才应该对话来交流。8次的双城论坛，1次的4大运，他已经证明了柯文哲有能力跟中国相处跟谈判，赖清德是做不到的，侯友宜是没有经验的。两岸变成兵凶战危路线，咱的囡仔要上战场，无落去食头路，互咱大家真惊吓。完全是唔对的路线嘛，侯友宜要行的路线，我是行咱台湾的中间路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是搁在高雄进行车队拜票，也甲青年举办座谈会，冲刺南部选票。侯友宜强调，2024要拼政党轮替，还有高雄人用气来面对空气的污染。侯友宜甲赵少康暗时也要伫凯道举办大造势。国民党要全力来拼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中有检调，台中的检调是接到有民众检举，讲有记者甲学者，那亲像是接受境外势力的指示做假民调，涉嫌要用新闻报道的方式来公布资料，想要影响咱的总统大选。检调抓到一个姓林的记者和一个姓苏的教授，目前这个记者已经受压。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加油的阶段，参照正副总统候选人，逐天的行程拢真满。不管是民间机构，还是特间媒体的民调，拢是竞选团队甲民众关心的焦点之一。不过，台中检调发现，一间今年5月才核准设立的网络媒体，姓林的负责人，甲另外一个姓苏的大学教授，涉嫌散布无实在的总统支持度民调。林姓被告、苏姓被告等2人，涉嫌接受境外势力之指示，制作及散布不实民调之内容，意图使特定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检方表示，姓林的负责人嘛是记者，伊涉嫌接受中共福建省委员会指示，甲姓苏的教授为今年10月开始进行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不过因无实际去访问民众，拢总假造假民调背解，再佫造成图表透过网络媒体发布，有真一间网络媒体的引用，涉嫌触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加犯信套法。检方日夜指挥警调执行搜查，查扣手机啊、电脑，也甲制作无实在民调的相关文件。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涉嫌重大，且有逃亡、串证、灭证之虞，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中地方法院日裁定姓林的记者羁押禁见，姓苏的教授是请回。不过检方认为因2人是共犯，所以已经提起控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海虎占南3个官兵落落海，目前也在找找。早起海军表示，有伫小琉球海峡找到一领红色的救生衫，也毋过无看到人。失踪的官兵，即马因的家属是透过面册呼吁各界斗相共。
海河占南人员落海，3个人到即阵下落不明，搜救行动进入第3天，重点锁定屏东小琉球附近的海域。参加任务的顺河7号伫小琉球南方的海域，找到这个红色的救生衫。海巡署巡护7号于本日洞150时，于小琉球南方海域寻获红色充气式救生衣1件，初步判定为海虎军舰装备，无发现落海人员。23天更发现红色救生衫，不过无发现落海人，也无多判定是什么人穿的。海巡署是继续调派台南艦，也有顺河1号甲顺河7号，以及2只顺风艦，配合国防部的指挥调度，希望赶紧找到落海人员。另外，其中1名士官的家属更加是非常着急，真烦恼，经由面册社团公开发文，请大家帮助伊赶紧回来。依海象，并将家属所提搜救意见一并纳入搜救计划，适时调整搜救区域，全力投入，不放弃任何机会。这个事发原因是占南救援浮标的看板落去，造成要去处理的人发生落海意外。救援浮标也伫小琉球南方海域找到，23早起由民团军舰完成回收。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寒流到位，今日透早，咱台湾本岛上低温是出现伫中华分园，只有9度9，温度低加上水汽有够，除了太平山、玉山、合欢山拢有落雪。气象署即马表示，今日日时寒流小可减弱，也毋过真紧。伫明仔载，阁有一波大陆冷气团会落南，所以后礼拜1、拜2透早，中部以北低温只有10度左右。受到这个寒流影响，宜兰太平山落今年头一场初雪了后，各地山区也陆续传出落雪消息，包含台湾第一高峰玉山，也有中部看雪圣地合欢山，也拢落雪啊。文岭停车场也有上雪楼，以及部分的山头、山壁甲路边，拢用看到一层白色的雪，吸引不少游客挑工上山来看雪砾雪。堆雪人吗？对，好难哦。你们从哪里来？我们从沙鹿台中。哦，是第一次看到雪。第一次在台湾。气象署讲，这波寒流2、3拜6的小可来减弱，不过气温依然偏低。透早本岛上低温出现伫彰化县的分园乡9.9度。日时各地气温会逐渐来回升，不过24礼拜阁有一波大陆冷气团会来，也毋过威力无这波寒流遮强。有估下晡上冷的时间点会伫拜1甲拜2透早，中部以北气温可能阁再来到10度左右。比较冷的话，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大概是11到13，那空旷地区是有机会再低个2到3度，所以区域的话，大致上是以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有机会到10度的一个几率会比较大一点。气象署提醒，未来几天全台拢是偏冷的天气形态。爱到下礼拜2、4了后，气温才明显来回升，各地高温会转来到22到24度。建议民众出外也是伫做户外活动时，一定爱加穿衫裤，爱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负责人9月份的时拄到投资诈骗，哄骗10届拐走926万。诈骗集团派车手提钱的时，互伫现场等的警察抓到了后，随行移送法办。现场负责人后壁对这个身材臃肿县长的查甫人2个一前一后来到社区的深井，刷到坐来讲话，看起来正平常的画面。毋过这个查甫人是诈骗集团的车手，才拄啊摕到负责人9亿的现金，就去卖货的员警抓到。警察，不要动。据了解，该蔡姓妇人于今年9月中旬接获诈骗集团的投资广告，加入股票老师教学的群组后，随即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警方表示，61岁姓蔡负责人9月加入诈欺集团所设的投资群组，对方讲投资的收益真好。负责人前后投资10届，把926万的现金交予叫做理财专员的车手。一直到12月中，伊想要提领收益，对方有看无回，伊才发现防骗报警，最后甲警方合作，伊要搁投资为理由骗车手出来提钱。约定指定的实地面交新台币90万元。是车手与蔡女面交时，埋伏员警需前将其逮捕。
警方询问了后，甲嫌犯照早期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检方向台中地检法院申请羁押核准。警方提醒，任何投资买卖绝对无稳赚未了的好康，唔通相信高获利投资的话术，甲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确保家己的财产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明年元旦要公司化，按算会有1000多人办退休离职。为着要留住基层的人才，台铁即马是提出津贴补贴方案。也毋过，这是引起台铁产业工会不满，讲大细目。讲司机员留在的津贴6个月有3000块，也毋过列车长才2000块无公平，引起争议。所以因打算要发起联署，伫明年的旧历过年，因要依法休假唔上班。台铁公司要伫明年元旦开始来挂牌营运，不过可能需要面对运务人员依法休假事件。台铁产业工会讲，运务人员大约1000多人，拢是伫咧车顶工作，相关有1案的风险。也毋过，却是有津贴差别的台步，所以讲发起员工联署，2024过年暗暝到初3，号召员工依法休假4天，未上班。如果今天台铁公司跟交通部他用这样的方式去选择说我们并不重视其他的职种的话，那我们会呼吁员工不如就直接回家休息。台铁产业工会指出，台铁提出的留在津贴，司机员是每个月3000块，列车长只有2000块。危险的津贴部分，司机员是每个月3000块，列车长只有每点钟40块。伫群进前台兵的自主被群的津贴，司机员依照时薪1点钟是200到400块，列车长是每小时88块。已经实施1年，现在才提出来了哈，所以我想说知道是什么原因哈，这个当时没有提出来，那快1年了再提出来，所以我想说大概是什么问题，会请局长哈再跟他们沟通。对着是不是启动过年施运的备案，王国才强调，进入过年要有一段时间，均要求台铁甲工会先沟通，尽量莫会发生。因为台铁产业工会是讲会看联署的情况，明年2月7日宣布是不是要来发起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新竹尖石4间国中国校啊，伫年尾的时拢会举办公益音乐会，也有义卖活动。学生囡仔会家己做工艺品，佮用因好听的歌声来募款，每样呢就甲钱捐予有需要的人。穿泰雅族的服装跳原住民舞蹈。各有学生用歌声唱出好听的原住民传统歌谣。新竹县嘉兴国小、新乐国小、尖石国小以及尖石国中4间学校第年尾共同举办公益音乐会，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受惠于所有的社会资源以后，也懂得能够把爱心散发到别的真正需要的地方。舞台顶精彩表演，让观众看甲真凄迷。校长也用歌声来参与募款，希望大家做伙来做爱心。泰雅族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特质，就是分享，然后要能够互相帮忙。那小朋友要透过他们平常种的菜，然后在文化课所做的编织手工艺或者是画的图，然后他们要拿来在今天来义卖。学生在现场义卖的物件，内底有锁匙钳啊、花草的盆栽，还有囡仔家己亲手用竹仔编的艺术品。这是那个什么边条，然后这是竹子，然后这也是边条的。这也是边条，竹子做的杯垫，这也是杯垫。已经连续4年举办的公益音乐会，还有义卖，收到的收入会捐予干净基金会，帮助干净患者，也会捐予国际 NGO 组织，帮助年报年的学生，甲尖石来的爱心传到国内外。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家己布地捌发生过瘟疫，地方的民众为着要感谢神明保庇，捌做过4届做石的科技，今年是隔20年个做石，昨半暝啊有小王船，场面真大。22号暗时，航班的会做伙，王船烧起来，场面非常壮观，代表工商代天顺手。嘉义布地下港信用中心护安宫过了20天，再度举办做石大典。20天了。终于去拄着咱做着一届啦，咱甲好运带壁，歹运甲带走，
今年造就大典的王船由台南古早传统工艺保存者王明宪制作，全长27.5尺，而且用红仔、八仙和狮仔头装点。中位阁插着李喜旗，对着烧王船了后倒落，有的民众会抢返去厝内供奉保平安。一方面是望会当保庇，一方面望会当丰收。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庄严的仪式，我想这就一寡都市人来讲，那包括有一寡较不是住伫海口的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很多的宗教的仪式跟生活。嘉义布袋下港这附近，伫1919年有发生过瘟疫，地方的民众为着感念神明的保庇，过去100年以来有办过4遍的造就记录。庙方希望后代会当饮水思源，甲精神代代相传，互大家了解这段历史。记者李小燕、陈显坤，嘉义报道。新的一年特别到位，真侪人会去点光明灯。咱来去台南鹿耳门新武庙，今年是入会安做42周年，庙方特别用 AI 技术打造全台湾上大的光明灯墙，有2层楼高，咱同齐来看。无论是古锥版的马祖，甲豪华的岛娘，也是大船顺应日港，拢互人看甲无腻巴。这个不遮大北的灯墙有2层楼高，详细看这拢是光明灯甲在地灯。台南正统鹿耳门新宝庙，这摆特别参现代 AI 不联网做结合，打造全台上大的光明灯墙。庙方表示，这唔单单是灯名，顶悬有济吉祥的岛娘，随时会有灯光的变化。很奇特，我都没有看过。对校园来讲，它算是非常的吸眼球哦。那安尼会感觉做神奇的 AI 足流行啊！我就用这个 AI 的科技的晶片来作为8万帕的在地灯、光明灯来作为阮42周年庆，阮大家对阮妈祖的敬献安尼。隆重8万帕灯点光5王殿参妈祖殿，嘛代表照光信众的温度甲完成的光彩。文书工作者讲，其实上早是用这台琉璃光灯来点灯，后来因为时代转变，佮加上考虑到安全问题，历史渐渐转变做一种电子式的。不过台南也是有必要保留导游点灯的传统。民间的寺庙内底其实有点，伊嘛有一个点灯的仪式啦，天坛啦吼，也是关帝讲吼，伊拢一个灯池啊，你用导游。上早是这个方式，慢慢啊转型起来安尼。明火吼有一个缺点嘛，因为惊安全的问题，尾啊大家较转型了，来变点色派光明灯。点灯求心安，最近这几冬，庙方除了增加阴烟灯，甚至佫有动物看平安灯。时代改变，顺应众人无同的需求，这摆点灯种类嘛加真侪种选择。记者陈台南采访报道。大风吹湿地，这是大家对台中海线清水的印象。才有一群少年家，引用在地故事、信仰和文化，要互游客来认捌这个所在。夜暝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咱同齐来清水，看当地少年家因是安怎做。当年的大港仔事件是台湾人信仰当中真重要的庆典，嘛是袂少外国的观光客来参加。不过，要安怎让外国人深入了解咱的宗教文化？清水区有一群少年人成立文化团队，举办小妈祖的活动，加做艺术文化的宣传前锋。进前我带外国朋友来看妈祖的时阵，因拢会足好奇讲，家己迄头前的迄阵头有无？所以我办这个大甲妈的交流活动。This is treasure. Many other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lost this. You still retain it. The only place where actually Chinese tradition still goes on. So, please go on. 台湾的水都要让全世界知影。成员除了成做国际职业的桥梁，团队也阁培养在地囡仔，成做小小导览员，加入社区认捌故乡。家乡的故事都要让囡仔家己来讲。就足紧张的，是因为面对的拢是无熟悉的人，你嘛会惊讲我是毋是有讲唔对啥。拢有存在感，因为你讲的是别人唔知影的，你就该分享这个代志，互因知影搁较多。结合清水好食好耍，甲文化传统的小旅行，一群少年人向外，甲台湾文化推向国际，互囡仔从细汉就认捌家己的故乡。后来伊嘛会为清水出发，要互更较侪所在讲出因的故事。记者吴永芬、黄金俊台中报道。
天气报你知，虽讲今仔日有小可回温，也毋过真紧，明仔载阁有一波冷气团会落南，天气会阁反寒。气象署是表示，这波冷空气会达到强烈冷气团的级数，伫中部以北低温会降到10度左右，而且一直寒到后礼拜2，所以提醒乡亲爱穿好少，毋通感着。当再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有1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是2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有19度。咱同齐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